係各位，今日咧我哋咧開始一個新嘅方向啦，好耐冇見啊！你見到新嘅方向喎，咁梗係要新嘅裝束啦，係咪？而家呢個世界咧，其實咧就大家都明啦，進入咗一個非常之混亂嘅世界啊！混亂世界嘅時候咧，我哋點處理咧？因為好多時大家通過學習、通過教育、通過其他方面，成日都諗緊話，我哋點樣分析啊？點樣理解啊？點樣去適應啊？點樣能夠做到最好啊？其實所有嘢喺你個身邊嘅嘢啊，我哋講人生六問咯。以前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名譽、財富、感情、健康、品性、智慧呢啲六樣嘢啊，其實都係冇咩好冇嘅。點解啊？譬如舉個例，最多人講財富啦，係咪？財富幾叫多幾叫少咧？根本就冇個絕對標準，其他都係冇絕對標準。但係有一樣係幾絕對嘅標準就係咩咧？當你擁有呢啲嘢嘅時候，你個心有幾開心啊？當你多與少嘅時候，當佢發生咗唔開心，你有幾唔開心咯？呢一個人哋唔知，你自己一定會知。呢個好清楚嘅界限。所以我哋而家咧，以前嗰400幾集嘅片咧，我哋都要講零嘅，其實講思想問題嘅。大家有時間睇多啲，可能睇唔晒400幾集喎。咁但係咧亦都多謝嘅，有啲觀眾咧，可能咧第一集可以睇到而家，前後講緊4年幾嘅時間啊！嗰啲都係講關於我哋嘅思想嘅問題、靈性嘅問題。今日開始咧，我哋開始講咩？講心理問題，講心理問題哦。點解？因為其實我哋人咧牽涉咗3個層次哦。心理學家 Carl Rogers 講身心靈3個層次啊。當然啦，靈嗰個層次係最高啊，係咪？最抽象啊，但係佢都係最重要啊，因為嗰個靈嘅層次，當你個思想混亂嘅時候，思想正與負嘅時候咧，係絕對影響住你個人嘅命運嘅，影響住。佢唔係決定住，佢係影響住，好明顯咁影響住。好啦，所以我哋思想搞咗咁多年咁多集，我哋而家咧開始搞咩？搞心。談心啊！大家講下心靈問題啊，我哋講心嘅問題哦，心理嘅問題。心理問題咧有一樣嘢咧，大家咧最容易發覺嘅，人人都有嘅名詞就係叫煩惱啊。但係咧個心理嗰個講法咧係咩？嗰個叫憂慮啊 ，stress 啊 ，stress 憂慮。憂慮呢樣嘢咧，其實咧好難醫嘅，係嘛？亦都好難搣甩啊！所以點解好多人要有宗教嘅思想信仰？因為好多時信仰其實主要幫咩咧？幫你解除憂慮，係嘛？因為你都係擔心嘅時候咧，你諗到唔瞓覺失眠都無計可施嘅時候，其實咧喺心理上咧，你就可以有啲方法解除憂慮。所以我第一篇咧就開始同大家研究下憂慮呢個問題啊，憂慮問題。咁其實你話咁同你成個主題命理術數嘅咩關係啊？關係就係話，當你了解咗你自己嘅命運之後，你點樣去解決你嗰個憂慮嘅問題啊？你唔好諗住睇完命理術數咧，命運之後咧，你全部嘢解決晒。呢個我諗你經驗話咩唔係？其實裏邊咧亦都涵蓋住一啲問題係需要再進一步解決。呢個其中一個就係好在嘅憂慮。所以咧，我下一次開始咧，我哋要講點樣去解除憂慮嘅。我哋用一本最王道嘅書下一次介紹俾大家嘅。咁我哋逐啲同大家去分析下。下次再見，多謝大家。